首先，我要准备好羊脊骨，这种食材特别廉价，你只要给屠户几文钱就能买到。如果你们关系好，他也许会免费送给你。一整条像是蝎子一样的脊骨，顺着关节的连接处，切成长度相似的小段。下手时一定要小心，否则宝贵的脊髓就会白白的浪费。准备一口铁锅，将切成段的羊脊骨放入其中，用小火煮熟。这时一定要把握好火候，千万不要煮落脊骨上仅有的羊肉。将煮好的脊骨捞出，滤干多余的水分，再浇上事先准备好的黄酒。然后升起一把炭火，用来烘烤腌制入味的羊脊骨。点盐少许，略加调味，等到骨肉表面微焦，便大功告成。酥脆的羊肉和浓郁的脊髓混合在一起，有一种类似虾蟹的香气。这道美味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就是我吃完以后，整条街上的狗都会很不开心。真是罪过呀！对了，因为我出身蜀中，爱好甜口，所以蘸去一些白糖在入口，更是妙不可言。这就是东坡家今天的饭。虽然现在这个家里的人只有我一个。